今年伫小琉球已经发现19区的海龟卵，最近嘛是海龟孵卵的季节，管理处就办净滩的活动，2天计共是变出超过350公斤的粪扫，让海龟有一条安全会当登去海里的路。伊嘛提醒游客唔通再做海龟妈妈生卵。 手摕着叶仔，游客甲在地居民一透早就伫海坪面顶骨力清粪扫。这是坪管处举办的爱龟净滩接力赛，伫小琉球的大仔坪参与运动的海坪，2天就变出358公斤的粪扫，除了塑胶管仔，阁有袂少风台过境留落来的生活用品。 跟小孩都可以理解到，净滩其实是整个行动的最后一环。我们把已经制造的垃圾带走，但其实是源头怎么样减速，怎么样改变自己的习惯，然后让源头的制造就本身就可以减量，那才是真正的根本。 根据海保署委托，台湾罗哥斯协会调查记录，今年伫小琉球有发现19区的海龟卵，这2大沙堡是海龟母上花生卵的所在。坪管处表示，希望透过这种做伙摒扫的行动，甲可能妨碍海龟仔囝登去海洋的障碍物清掉，嘛，让海龟妈妈有一个安全的孵卵环境。净滩，我们不只有在沙滩上面净滩，其实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也是一种净滩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让小琉球的海龟它有一条 安全的回家的路，我们把这条路把它创造出来，让这边的生态越来越好。因为小琉球准备要进入海龟孵卵的大月，坪管处提醒游客暗时较莫去沙埔，避免搅扰海龟探井。佚佗的旅途中，尽量减少制造粪扫，甲清气的海坪留予摒说要爬登去海内的细只海龟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